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咪哥刘浩明。差不多4年期的仍然的话，可能有记得伊的作家按照三毛有一本名的成品吼。伊其实除了写伊在撒哈拉沙漠嘅个故事以外，其实有一段时间喺听爱的南美洲，所以写嘅时间，几多南美洲的伊个风景，睇嘢树phong地部本他个人地，睇嘅人台地部他个人冇办法去个安嘅地方，几多人都因为读到伊个书，那地讲哦，原来南美洲有按古老文化，有按丰富的一个人文的特质。做乜我那个拉丁美洲哦，因为喺1495年嘅时，嗰时哥伦布，伊遇到我哋咧西班牙，希望讲伊去侵中国，好个因为宗教上面还有经济上面咧一啲原因，伊西班牙王室都派伊去侵中国，但是侵到伊发现讲，伊发现到伊啲太块土地，伊都觉得嘅係中国，其实唔係，伊都係其他嘅民族，或是那有一啲哥伦布发现民族嘅一啲事情。但是哥伦布发现民族以后，其实伊对我哋的南美洲的当其实喺咧在地嘅人来讲嘅话，产生了许多文化上面还有生活习惯的方面的一啲改变吼。今日我哋邀請到伊都係一部分的專家，佢來自我哋文族大學嘅楊清源教授來到我哋現場，也同人講，乜家人我哋講拉丁美洲哈，拉丁民族，還有以這個嘅人，還有文化係乜個東西，我哋馬上來分享我哋嘅楊教授來現場，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鄉親大家好，我向陽很多清源。想問楊教授吼，當初學西班牙文，其實喺人台地位其實算幾少吧？係。咁幾時我想到愛讀西班牙文？因為我哋嘅年代吼，阿爸每次做主意，所以我咪講，考上咧一個我填體志願都西班牙文。一個原因呢，是因為我媽媽呢是學生時代吼都進修女中都道明會學生嘅，所以感覺西班牙文幾好聽，所以就很愛選一個西班牙文。但是媽媽這個某一套很某一套，嗰時你讀西班牙文以後，畢業以後工作好似冇咯。嘅吼，當陣是感謝我哋老師吼，攏幾上來，我這個特別的語言吼，因為媽媽的關係，所以我睇三體文吼，有3個暑假吼，攏去修語言地位，同修語言都講話吼，所以我出來我西班牙文出來嘅我都過要講嘅。我哋神父呢，因為我讀天主教嘅語言過深，所以神父呢都講我介紹嘅大使館嘅瓜地馬拉大使館啦，嘅哥倫比亞大使館，我做嘅開始嘅係是瓜地馬拉大使館做嘅，係個月都去哥倫比亞大使館，所以規個同一個南美洲嘅一個國家嘅關係都有幾層嘅語言都係語言嘅關係。所以等於講我哋其實中華民國我哋冇多嘅邦交國家地位，其實中南民族其實蠻幾多吼。可是我頭都講嘅幾多大使館，其實睇到我哋中南民族嘅地方。可是幾時間你都因為安尼，因為我學西班牙文，然後聽我哋咧苦修院裏邊同幾度修女去講西班牙文，變得白溜以後，喺度呢邊工作，其實都變得幾，所以人嘅表達能力上面都完全冇問題。都慢慢嚟都因為嘅語言嘛吼。我哋學語言嘅人都係都用安尼經練習經講嘛，所以我都好有安尼語言，所以都有經講啦，大使館做啊幾多年啊，有去幾個國家安尼，規個一個造成嘅語言嘅能力比都有個強一擺啦。因為其實對我哋幾多人來講嘅話，去到中南美洲實在冇簡單，因為對其他嚟比嘅話，馬上比到美國。那我一啲航空公司能比到我哋嘅南美洲，算上嚟差唔多18點鐘，有到24點鐘。嗰時係咪先係基點就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中南美洲係一啲樣嘅一啲地方，係一啲像一啲民俗化，還是講有幾多民俗歷史太有影響。講起來吼，最早嘅名門族是南美洲，我嘅時代嘛是安尼講。這麼很多拉丁美洲呢，是在講起來吼，一個因為教會我哋攏佇所有嘅拉丁體系吼，比如法文啊、葡萄牙文啊、意大利文，講我哋西班牙文吼，
啊，伊个伫拉丁语系的国家呢，都统治规个南美洲的主要的国家，所以呢，一个用法、的讲法可以讲是一个20世纪以后，跟21世纪20世纪各常用的名啊。好，你表示讲，其实喺我哋南美洲地方，而家大部分用嘅大部分都西班牙文，少數係葡萄牙文，有啲法文，意思是係講英文嘅。嗰種其實等於講，也全部係拉丁語系，也一啲泰族啊，嗰種就變成講，對以前南美洲變成我哋拉丁美洲。咁喺拉丁美洲地方當初哥倫比上面發現以後，應該發現以前而家喺拉丁美洲。喺本地係點樣嘅一種嘢？拉丁美洲當然西班牙語系以後佢哋有幾多嘅原住民，因為哥倫布都像講伊過落以西亞到印度，所以喺東邊嘅群島，所以你看我哋而家講嘅攏唔錯嘅，都Indian就是講印第安人唔錯嘅名都唔錯嘅，所以一個 Indian 是西班牙人不一樣名，所以我哋講印第安人像幾多素材食材都唔錯所以而家幾多原住民嘛咧形體相反睇一個拉丁美洲規個有分北部，就墨西哥並中美洲的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往北，也中間墨西哥嘛也很多北美的瑪雅族。那瑪雅族底部有個阿斯特加，都當初西班牙人多嘅係呢，阿斯特加一個等於就像我哋咧匈奴樣嘅應該唔係講匈奴，講伊是受嘅一個瑪雅文化影響，底部一個族一個族都最強都武力最強，所以伊有一個泰所在，所以佢都很多瑪雅文化裡面影響嘅一個原住民，嗰位都有喺南部印加文化叫秘魯，還有玻利維亞伊西拜厄瓜多跟哥倫比亞喺南部嘅，佢都印加民族，也兩個泰嘅族原住民也算最泰啦。那當然睇阿根廷佢食嘅啦，智利嘛有伊咧，另外一個像美國安尼，佢人哋嘛係印第安人，實在都唔錯啦都他個人都人家攏啲嘅都西班牙人來嗰個伊哋西亞都幾海佢拉丁美洲嘅原住民西亞村一些些，所以伊哋因為伊用拉丁美洲來種幾多也就一個糖啦，也就啦，咖啡啦，幾多係香料嘅，所以伊尤其是甘蔗，攏需要幾多嘅人工，所以連都對一個非洲去釀一條黑奴過來，所以喺沿海大部分尤其加勒比海嗰邊一個南美洲嘅沿海，就你會看到伊個幾多比較屬於個黑，就是黑人混的個多的啦。像加勒比海，啲多米尼加邊海地，尤其海地都有個多皮膚個橙色的那個面但是呢，古巴呢，加勒比海古巴都冇咁樣，因為伊呢是西班牙人最早起嘅建嘅國嘅一個所在殖民地，所以呢，伊哋呢皮膚嗰度拍嘅，都拍嘅同一個印第原住民混種嘅呢，就很多 mestizo 混血，實在唔能話因糖嘅上嘛，但是是混血兒，然後伊唔會同拍嘅混呢就很多穆拉多穆拉多地方呢又有印第安人同黑人混很多三把都會有無窮樣名韓語咧講大概都唔知都西班牙人唔係種睇殖民時期是唔睇西班牙中出生的話唔到西班牙人，
迄鱼啊，吼，亚巴亚美拢西班牙啊，但是唔睇拉丁美洲呢，用的哈，唔都很多 criollo， 啊，唔嘅用的吼，都好像唔见甲睇台湾像嘅台湾人，唔睇落来很多吼，睇落人吼，外省的吼，外省伊呢都等于说像安尼吼，都各有权利，唔迄阵是 criollo的话吼，无权去参加所有的政治，所以佢喺吼后来啦吼，讲到后来嘅就是独立战争的时候，都criollo开始的。所以我们台湾讲一下哈，也种很多种的也哈，在拉丁美洲的种民众啦。不是，我哋杨教授说明以后，我哋发现到讲，我哋更加感觉到拉丁民族，冇想到其实在哥伦布来以前，伊本来都有自家的王国、自家的帝国，系咪自家的人出名？但是因为哥伦布来，西班牙人来以后，因为出名的关系，因为经济的关系，伊养殖嘛，嗰度嘅有，我哋讲其实係有人的吼。嗰时变成更加的，唔单是讲有人种嘛出嚟向嘅改度嘅变化，同时而喺政治上面嘛出到嗰度变化。其实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一篇嘅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个节目我哋咧杨教授同人讲，怎么对南民族变成我哋拉丁民族？但是其他节目同人讲，头先我哋杨教授有讲到我哋嘅玛雅，还有我哋嘅印加帝国有乜嘅差别，还有这个有乜嘅决定嘅故事哦。我哋马上我谈我哋杨教授嚟，同我哋讲分明一下。想讲哦，唔同有可讲对墨西哥开始吼，我想我哋咧北民族的底下，好到中民族，好到我哋南民族的上面，所以喺以前我哋玛雅帝国係咪玛雅帝国？玛雅帝国有乜嘅特色啊？玛雅嘅文化哈是同印加冇咁樣，最重要伊嘅所在是伊能有文字哦，伊能有詩，伊能有詩啊，伊能詩哈是相多我哋咧所謂的象形文字，都嘅長圖啊。做嘛个我们都更加时常在讲啊，玛雅文化哦是一个谜，嗰种谜咯，唔止用的语费诗哈，也个是有原因的啦哈。但是我想，因为他个人可能唔知个，我们他个拢知哈，2012年哈嘅古诗嘛哈，天阳很公世界末日在造玛雅的历史啊是。做嘛个玛雅一个以前的官方的以前的一个日历哈是，它可能是跟我们人家用的哈365阳历有冇？365天是根据玛雅的日历出来的啊。以前哈都同我们我们中国用哈有两种哈很多太阳历哈都365天的哦，啊个会有一个是月亮的历啊，那个以前个月历呢是用来祭祀的，因为月亮的文化拢係歸祭祀，就宗教的個色彩是歸濃的，因為神拜底部都宗教哈，所以亮的月曆呢，每52年呢，突破衝人呢，就讓我們就會整個匯合那個50年50年，所以一個關係呢，所以一個日曆嘅哈。對一個我們對瑪雅文化來講，我們是對最了不起的一個成就。啊，伊呢等於是伊個書學最厲害嘛。啊，另外一個瑪雅文化可以講最特別的都，我們更加世界上攏踢那個足球，有冇？嗰都伊人開始的，伊人呢祭神用的伊個方法的伊咧開始搞一個球誒，咁無上係伊等搞個球誒，後來因為西班牙人引起後擺帶出去咯。嘿，都開始啊！嘿，我原來冇想到講，我哋更加日常地會用到嘅，我哋呢日曆啦，日曆哈，365日咧，還有我哋呢足球。我冇想到同我哋呢瑪雅嘅呢種文化係有關係呢。咁同我講下我哋瑪雅文化，然後我哋講睇下邊嘛，有啲貴態嘅
伊在推广了印加帝国和印加，个印加同玛雅伊的文化有乜个差异？冇那个印加有乜个特色？头先我冇讲到玛雅的一个很重要的讲，伊充满神秘哈，是因为西班牙人来以后，概念文字拢快拢烧黑，所以咱更加过冇办法去研究嘿。所以印加文化同玛雅文化过太差别哈，都以前的冇文字，以前哈都像俺们的原住民，以前的传消息嘅还是用干的节。也安尼马个色，爱讲马个花呢，所以因的印加文化哈，不过印加文化个奇妙的所在哈，这嘛是伊在俺们客家人在巴拿马哈，伊在教书哈，伊用到何教授，伊嘛系考古学家嘛，伊就讲以前研究印加个还有咧，在社会结构底边哈，伊讲伊个骨王哈，都伊个骨哈王咧，大海所属的哈土地啦嘛个很多大皇的所有，听起来像大王的所有啊，太王的所有，大王的所有，伊个所有都所有哈，都伊个等于伊个社会结构里面有4个所有，所以如果讲伊个家哈，伊个社会结构个起源是近亲节，因为以前呢个祖先都阿爸阿妈都太阳神呢亮的生日呢，所以呢亮啥结婚以后，对一个弟弟哥哥一个父出来以后开始一个印加提就12世纪1100年起来，对个开始以前的印加族嘛，所以以前皇后一听要选伊个老母阿姐结婚，就一个王所以皇后很多嘛个姑娘，好像听起来像姑娘啊，那啥啊姑娘姑友所以个奇妙是讲，唔定安尼客家人迄咩对个，因为嘛有安尼讲法讲，最早许多一个南米族的是俺祖辈所以嗰度嗰有意思的。因为你真係睇落嗰神是感覺到講，嗰種以我哋感覺到嗰條花地方，其實多少同嗰種同我哋中國的花是有啲東西鬼槍嘅嗬。錯。不過肥水不落他人田。係啊，因為都等於講啊，維持下嘅皇內嘅傳統，嘅血緣嘅傳統，其實係個純真，不是然後變成我哋講近親結婚啦，變成。但中途都欣賞人嚟講，因為其實對我哋嚟講，南美族因為啲個人，比到嗰邊過法國度時，嗰個其實冇按到人冇去過，但是我哋太幫到對我哋天陽地方去看嗰一部分嘅歷史，因為其實我哋太最近嘅天陽都睇我哋講。阿斯卡列頭，將阿斯卡列頭伊係講大部分嘅伊個故事，因為地尾感覺到講，嗰度呢度愛扮演獻本神明，攞一條愛賞賜，仲有一部分嘅歷史很有嘅咯。一個很多殺人記一個是在講嗰度原住民攏有安尼歷史睇阿斯卡一個出地位紀念都有一個講一個殺一條，因為以前的神明都是愛用一個人的血來等於是補充血嘅伊個能量，神心啊，伊個能量所以像我哋看那個阿斯卡裡面，當陣以前都有安尼嘅我哋看那個金字塔嘅當中，當陣都以前嘅係愛祭祀嘅係都已經殺有血，將你心臟拿出來，表示講伊愛希望我哋嘅神明各有一個力量來保護伊哋大家。一個是喺瑪雅誒習慣嘛伊失敗個殘忍冇錯吧？尤其喺當時嘅阿斯塔克做埋最後嘅本人。推翻的關係嘛是，伊做太過分咧，所以其他因為阿斯加一個出個伊個族裔攏係瑪雅族，伊連當時西班牙人伊袂起來，都因為得到一個瑪雅的
反对党也的部落吼，酋长的帮助，咱可以跟一个阿斯达克的一个哈提为实现的，所以一个都反正也有事情哈都俺们讲多个啊，但回来提讲来一个应该伊嘛有哈祭祀的一个礼俗也传统，但是呢，伊做的是无庆用，因为既然吼都爱一个爱去去伊是太阳嘛，爱去太阳过头呢咧，祖先沟通的人吼，一定爱过春节，所以伊一定摕贵族伫杯选一男一女，伊连汉西都不愿意搞讲，由于你都伊都生个遐10岁左右安尼，爱故意代表安尼他干人，去同一个太阳报告，太阳神报告，讲安尼应用希望应用保护，所以伊连祭祀都无庆用都，等于一个人汉西推出特别显出来，伊连都爱祭祀个遐毋免甲背流血嘛个，都背死，像马里湾啊，就甲当背安尼迷糊用个头诶，安尼，甲慢慢的就翕死的安尼，但是就是有伊咧，跟保护人妈咪就像个木乃伊像安尼，所以两片拢有祭人，但是无庆用方法无庆用。但因为像我们来讲法，南民族还有天呢，较个人可能佫有印象，你讲马丘比丘，因为伊咧山上的古人，咁佢马丘比丘伊喺哪一片的一种伊的我那个遗迹喏？伊是印加因为在秘鲁嘛，印加因为都更加汉时伊在秘，因为个遐印加摕伊是1911年起人本人发现到的，摕个山峰印加族是在1532年个遐本人一个印加本人实施以后伊年都与人讲是印加王都带准伊咧小腿都反正与人在我山峰边嘛，都更加嘛是伊咧过他跟人都无办法解释，怎么用个石头啦尖锋落安尼摕个按个山用干石头远上去咯，用的切按准有太阳神一个，所以他跟人去看一个素材拢感觉哇，就是无办法去解释咯，因为伊年也无流嘛个。但是一台生意都唔记得。都唔见迄个有可能讲，迄种迄个假，无人去又近亲结婚或者是什么嘛，有可能要起来就结束啊。嗰個聽人哋看伊啲古籍嘅世界，其實我哋會發現講，一到嘅古籍後背其實有幾多我哋唔知嘅故事哦。尤其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內邊楊教授同我哋講我哋南民族嘅瑪雅文化，同還有咧印加文化有乜個差別？其實我想問一下楊教授你這個後來聽我哋咧按照太史觀應該工作過啦基本嘅身份同我哋台灣嘅身份應該差幾多吧？每個國家嘅身份係咪冇多同樣？講起來食材冇講幾多嘅差別啦，因為就像我哋係說鄉下人樣我去嘅所在最早嘅係哥倫比亞嘛，我去哥倫比亞嘅首都叫做波哥大，我嘅生人吃到最開口嘅就是個，因為佢quite hot，我搶去都去遐行路我行模式鋪都。像氣喘如牛，根本行唔同嘅但是等到咱個迄個1年以後，在古來頭人感覺氧氣但是因為馬上我哋咧太史本來去哥倫比亞嘛，所以古來都出教育鬼太史講咧工作，
我摕无到1礼拜时间吼，对64公斤哦，超我到54公斤，嗰种气球安尼烧起。啊，鸡鸡还跳蚤一堆，很多跳蚤，所以尤其拢压啦，唔个太推紧个都市风啦，因为其实这泰式工应该算是底部算。唔免提泰式工，喺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我是泰式工工作室啊，所以喺哥伦比亚鸡海，啊，伊人鸡都当然咯比美神啊，嘛个拢嗰了好啦。嗰度你跳蚤嗰度嘛。啊，所以睇个生活地位都感觉都，反正他感染吼，我看到佢印象佢深的都。只要是两个像了以后哈，你看落尾窗户啊，都一堆南面人哦，像我个年纪的啦，有个年轻的啦哈，都摕咖啡罐头钱，就安尼喝咖啡，都安尼因聊天，因讲话都动主成啊，他们在看眼睛，都唔知咧南面人喺做乜嘅，佢还印象讲奇怪的人用安海，唔是做啥哈。啊，当然啦，其他都嘛唔免讲几几几清楚，但是也有本来是到最后是咧咖啡，都在哥伦比亚，因为伊连布卡都种咖啡啊，去吃了还是像安尼茶样回甘啦印象很深的比较。嗰个呢，来听迄多米尼加。啊，多米尼加呢，迄个3年班，摕个咯，计入加勒比海嘛，所以，虽然讲靠边岸的台湾过落后，但是呢，个人拢很热情，啊，但是伊人个个奇妙的是，伊人买东西绝对唔会用现金，cash， 唔会咁付费唔咩很多，都会分期付款，对伊人个，所以伊看伊人人吼，米介吼拿来钱以后吼，伊迄种很对嘛，伊就讲啊，我分期付款都拿400吼，啊都安尼，伊人的习惯都对过来。个伊人睇吼，有咧情形就讲，嗰度切咧，扒手，但是伊个的扒手吼，唔是唔得怪伊人，唔是唔得欠啊，尾是因为。伊人咧，宗教都天主教，如讲天主创造一个所有的东西拢本来能用嘛，这个改道嘛，所以我改模范好事，所以我提供的一个东西加了应用的所以你可以提完以后适合的再去神父给告诫，人家玫瑰金有抹吹的所以伊人切的都唔免讲像我现业的切的无法啊，伊人都4年啊，佮穷苦伊拢拿顿甘的一粒甘的啦，拢去买，都唔可以看到嗰种贫富不均，摕拉丁美洲、哥伦比亚也好多米尼加拢穷用啊，伊人个海外伊人的公共汽车佮本来印象很深的，都讲用的国家拢穷用。伊人菜都中间讲停车，伊人无那个伊讲停茶伊就停下来，你在中间停下，你就可以下，连个巴士都穷用的啦，所以都第一桥就银行这行都也停下来，随时拢可以讲随停，对，个还是安尼啦，但是后来嘛，上应该是有改变啦个俺嘛有去过瓜地马拉，瓜地马拉就有因为伊个人都有够快，伊人咧按到安地瓜伊个城市都旧城嘛旧城俺将行差不多20分就爬上，伊人都玛雅族的，个玛雅伊人sản妇拢穷样像支付样的，所以伊人摕个东方迄个伊人咧sản妇他赶紧拢做玛雅族，像支付那种都刺绣的啦什么我睇路往行起来你看伊人那个木卡，个还是差不多也差不多20年前啦，但是个体内拢奶做的，
都像安尼含细个还奶。蒙奶体嘿。啊，今年的叶片呢，都牛的，啊叶片都因年的面虫，啊都弹伊个切个样的，那个水，啊我多迄个不看呢都看到伊个差不多14年的，都比个生年 baby 嘛啊我都满意啊讲啊，人家因为动注册嘛都，我讲做乜用无去学校讲，安尼学校生意点都下课的，啊伊都过来都生年，所以伊连咧西班牙文因特殊的，就是说无特殊的你是在嗰度睇更加。唔是有个项目，但是太普遍个3天年当阵当喺特殊方面那个少一个是瓜地马拉，但是伊连几年当阵就是可以亲切，都3天个简单嘛，啊都，但是呢，唔迄种拢有偷东西的习惯啦，如果无看到诶，你都不能偷。顺其自然。嘿对，啊个个我带学生去尼加拉瓜，我想已经是21世纪诶。应该是会这样，我是从个驻华，尼加拉瓜驻华大使怪和平嘛，还是讲，但是也是专职的事情，都以前的出本来过很惊叹呀，就是以前的出自比如讲南部卡就讲，牛年对个鱼啊都个蔬菜个牛年，看到咧牛年树下啊，个有咧北宫，个有一条路，啊，个条路你就吃行，啊，有看到咧街路左转，啊，个路个出头按写的呢。可是伊无伊咧改名靠个伊咧附赠那一通出的。有，两个人开始讲呢是 P.O. Box， 啊个我鱼啊都向下去来讲，啊，我讲。啊，唔计输诶，啊，计输诶，万一死晓就讲，啊，伊如果写讲，啊，计输诶分个雷打掉的或砍掉诶，个输诶个，啊，再你再用一行，啊，所以我连计还个有意思咯，我连同司机讲，你这条路出行有咧准备点是吧？我唔晓得讲出事啊，啊，一年人计是伫首都呢。真的，伊连你要去讲，啊，拢讲安尼。所以那个夹安尼，你听那个。所以我印象过一层就讲，哈，一演21世纪啊，喊安尼，迄个尼加拉瓜，上真个应该也竟然讲，因为这种有属于钱，南美洲的，我安尼讲的，以前贫富不均的问题嘛。因为你讲睇下啲邦交国伫要铁最稀嘅，拢係啲农工队，農工隊摕起嘛成工啊，幾道地方，然後同時嘛搞一陣種幾道東西。啊，種人去到安個地方，我想問下講，有拄到安個客家鄉親嗎？有啊，我自己好朋友都，伊連全家都移民去瓜地馬拉。有。啊，我最甘心的時候，因為佢係我嘅朋友嘅爸爸你陪你相處。啊，伊爸爸媽媽都今年出生年嘛，今年咧露台兩個露台啦，攏會出你一直攏講客話，所以伊哋要講過年要講客話，嗱你佢感通啊，因為有安好啊阿哥，佢何教授是巴拿馬，伊連計嘛有群客家，伊連講嘅客話都有時擺，總嘅，我講是有強啦，但是可能講嘅同埋你冇聽到，但是今年咪係都更加係講客話，伊同也咪講話，有數人說。啊，巴西嘛有嗰度客家人，阿根廷嘛有客家人，咁但係客家人嘅移民講方來都冇少。啊，幾多客家人係泰國去嘅，還是我哋台灣過去咯？有啊，我哋台灣過去啊，冇泰國過去啊。像佢早期嘅都秘魯佢有名嘅都去嘅做甘蔗田球嘅去做採甘蔗啊，佢是從政府安尼去申請去搞這個送過去嘅，有10萬嘅哦。啊，伊用到苦力嘛，佢係用苦力，所以西班牙文都寫講苦力也是。是叫用中文的發音。對，苦力也是。啊，規個南美洲啦，講咱裡面講最好吃的中國菜呢，就睇秘魯的利馬。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人家暂时无办法出国，但是其实多谈一些无共个国家的一些风土人情，其实睇啲无办法出国的人喺地方，我哋嘛可以想到讲啊，下一摆我哋解封嘅，我哋疫情平复嘅，我哋嘛可以去到地方。今日佢刚才杨教授罗当嚟现场同人讲安多拉顿做嘅一啲佢神奇的事情。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乡亲。有时下我睇下听下咱先生来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今日先老夫先生同小朋友共下同大家来做运动的哦。我哋都开始运动，手并好，慢摇，慢慢地放起来，再摆。放起来，慢慢地落来哦。好，慢慢地上来，再来落来，再来哦，再摆。放上来，手打开来，前面做10下，1、2、3、4、5、6、7、8、9、10，後面10下，1、2、3、4、5、6、7、8、9、10，在10下前面哦。1、2、3、4、5、6、7、8、9、10，後面1、2、3、4、5、6、7、8、9、10，再來前面1、2、3、4、5、6、7、8、9、10，最後面10下1、2、3、4、5、6、7、8、9、10。相當的好，一慢，我哋嚟做腳打開來，棒腳棒棒啊！好，打開來哦，看腳哦，哦，嚟搬腳，同我哋腳嘅肩頭並上來，再來搬，哦，再搬腳。再來搬腳，最尾擺，拿出來，好，相當好，來左腳打腳，1、2、3、4、5、6、7、8、9、10下，哦，再來擺哦，1、2、3、4、5、6、7、8、9、10下，最尾10下，1、2、3、4、5、6、7、8、9、
是相同的吼，我哋身体做暖手来，继续我哋来同身人呢向下来，教我哋万世教的如何让个欣赏他人，身人呢使用好来，啊同他人呢绑上来哦，用力咯，哦要从吹用嘅绑吹，1、2、3用力绑哦。绑上来，好，用力绑吹，问小朋友鼓落来，哦，绑吹需要用电来哦，哈，1、2、3绑吹，绑上来，好，帮我呢，绑吹，用力，1、2、3，哎呦，用力，也有时候我哋坐喺电里方，还是坐喺天内方，还是冇注意。绑到，吼，绑上来一下，动作嘛较重要，脚要打开哦，吼，也拢我哋绑吹嘅，万世有教育咧，吼。再来我哋睇前面有看到2支个太极嘅，吼，空气碰，也咧塑胶做嘅，啊个强，我哋是得用也咧来做身体嘅运动，啊，首先我哋打开来。哦，打平来，转咯，转过来，啊，转过去，啊，再转过来，啊，转过去，啊，再摆，转过来，啊，转过去，再摆，转过来，转过去，当方爱好，来。当空，好，慢慢地放落来哦，一大一號哦，放下腳頭，好，放落來，好，再綁上來，好，揚上來，好，慢慢地放落來，好，放落來，揚上來，哦。喺面骨放佢叫啊唔怕嗬，慢慢嚟落嚟哦。哦，再打開來。好，我哋一咧空氣幫提供一種空氣啊個圓啊圓圓，所以一咧打到唔會痛嚇，同身人嚟教親好。老人家教嘛真好，哦，我哋是得兩個人打球用嘅勢力打，哦，哦，太力咯，1、2、3，哦，1、2、3，哦，1、2、3，哦，再一擺，哦，再一擺，唔可以咧打到唔會痛啊，嗬，嘅時候我哋睇人同細人嚟向下教，哦。另外，我哋借2個人做火茶，來做火茶用嘅哦。好，先我哋嚟做運動，做好來哦，冇得吃。好，送出去，1、2、3、4、5、6、7、8、9、10。好，阿爸要綁上來，綁上來。啊，放落來，啊，放落來，啊，慢慢地綁上來，啊，捉好來哦，哈，冇跌起嚟哦，放落來，哦，綁上來，手搭開來，腳搭開來哦，哈，腳搭開來，嘿，慢慢地放落來，哦，綁上來。再一擺放落來，綁上來，啊，用力1，好，冇得起咯，2、3、4、5、6、7、8、9、10，哦，相當嘅好，啊呀咧，空氣泵本身有空氣。我哋放喺天嚟方，固定來哈，固定，哦，而家有聲音咯，
我哋强强的打，伊都会有声音，吼。哦，个太长哦，因为地位有空气打到体内，都会有一声音飙出来。好，我哋来试看试呢哦。哦，冇圈用的地方冇圈用的声哦。哦，像伊咧打鼓样一样吼，慢些左手右手打哦。哦，新年的老人家教育咧，轻轻喵，哎呀毛个贵哦吼，伊咧差唔多100个人左右吼，再来打一摆吼，来强强的哦。好，中间。哦，也来录嘿。我哋打出来有声音，哈！慢悠我哋先练习专业课呢，啊，专业课呢，专业课呢，数冇得系咯，哦，一路我哋数同音组协调诶运动，老人家是咧教育咧，成年人嘛是咧教育咧，哦，个安全咧咧运动，哈。再来，我哋嘛先一上来接强下，好，来看先你强强的哦，1、2、3，哦，1、2、3，哦，接好来哦，数同音注意，哈，运动的训练，1、2、3，啊，1、2、3，哦，相同的哈。各位好朋友，也嚟都係空氣幫，安全又簡單又冇個貴，睇木卡，地杯學教，睇攞杯我哋仲是教了，啊同聲音嚟教又個方便，有些集放來，用一下能重氣，所以基本上介紹下嚟空氣幫，希望大家歡喜，我哋下次見。